来继续来看这个，为1月15开始，国人入境伫咧厝做居家检疫，爱一人一户，家属袂当带做伙。为着要来消透着过年前大量的居家检疫的需求，台中市政府推出着补助，予居家检疫者的家属。这个居家检疫者的家属，若出去住这个旅馆，每一户补助5000块。啊，这个旅宿的业者嘛看好伫要到来的这个居家检疫的高峰期，嘛来推出着这个超俗的优待哦。有这个饭店住一暝房价，为这个8400块降到2000块。还佫上个办理的是主打着连住14天，一暝只要899块。另外，台北这边咧嘛有优待。居家检疫人伫过年前会上济，为了解决房间的问题，台中市政府提出补助。台中市政府有提供这一户5000块钱的补助。台湾人回国，除了讲会使住伫防疫旅馆，嘛会使住伫家己的厝内，为1月15起限一个人一户。亲人袂使做伙住，亲人会使到安心理宿合作的饭店，也是民宿去住。台中市一寡饭店都有优待。1天这个3000块，那不含早餐。那优惠期限到1月底，那限台中市民入住。乐园主题饭店连续住7暝，本来一暝要6500块，房间即马一暝只要3000块。每日每晚2000块。星级的饭店为每暝8400块，降到2000块。伫台中市中心的另外一间饭店更较大优待，一暝只要899块。本地的市民朋友们从来没有住在自己城市的旅馆过，我们现在旅馆非常的进步，民宿非常的进步，也很好玩哈。饭店业者看到要来居家检疫高峰期，纷纷推出优待，予检疫者的亲人解决防疫旅馆无够的问题。